大家好，我是张云昭，今仔日来办，今仔日来会晓当歌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感觉。你的声音好不好？你也要帮忙啊！阿爸，你也要帮忙啊！加油！我现在你要录水。你们回头。再把皮，好久。8月是万里的寮古板看过太阳的时阵，上爱食鱼的我，当然爱拼第二，掠几尾大鱼，转来加菜。也毋过，伫咧前往万里的寮的途中，阮还阁有看到顶寮、顶下的寮，底下的地号名，一捆仔是寮，一捆仔是社，还阁有分地角的，这到底是为虾米呢？请问小峰老师，这到底是为虾米呢？咱来到万里吼，你会看到一个名叫做下寮，还阁有顶寮。你看台湾足侪地名拢有一个寮，其实寮是工作的迄个厝就对，但是阮厝吼拢是较简单，所以咱台语讲就是寮啊寮啊，有下寮一定就有顶寮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这个所在过去有真侪即款工寮就对啦吼，类似即款工寮。啊，伫下面迄个工寮的所在叫做下寮，啊，伫顶面的迄个工的寮吼，迄个简单的厝的所在吼，叫做顶寮。啊，所以后来它变做地名。你为名，你才咱看出讲，这过去咱人遮的生活的经验，全台湾足侪所在拢有一个社。你若看到这个社吼，差不多99%，你拢会当肯定讲啊，这较早是一个原住民，特别是北部族的一个聚落。万里遮吼有下社，啊下社就讲伫下面迄个原住民迄个社，啊顶社就是顶悬迄个原住民的社。啊，所以即摆日今仔日迄个族群可能拢拍散去，但是地名还伫咧。啊，所以你就知影讲啊，咱即个所在吼，较早有原住民生活的所在。这些就是鼓，哦，鼓的意思，鼓的意思就是迄个渔网，哦，鼓的意思就是渔网，哦，就是我们咱咧看鼓，咱这个网啊，来弟弟来，这个网啊就是鼓，哦，哦，那是咱所以讲叫看鼓，就是看网啊的意思，哦，绳啊，哦，那一个绳啊，固定你沙滩的，你沙坡顶头，这个叫尾索尖，那个船啊就开始哦过去，啊过一个迄个 U 字形，吼，猫字形安尼。万里开国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了，是台湾渔民发明的一种掠鱼方式，靠着大家的合作，做阵掠鱼，做阵文鱼。听讲伫万里开国会当掠到水浆、红柑、刺龟、锁果，唔知影今仔日我会当掠到啥物鱼呢？听完阿伯介绍了，我总算会使去海边仔咯。阿伯教我约伫下寮海沙坡，啊毋过我哪会看到这个看板顶头写着万里街道咧？万里这个所在是安怎叫做万里？第一种讲法就是为来自西班牙的文献内底出现这个字，这个若甲读起来巴里岸吼，差不多这个音。迄当时西班牙伫遮甲这个所在写做这个名，啊汉人来了呢，根据这个音吼来翻译，翻译做万里。啊，所以这第一种讲法就是啊万里就是迄当时这个音造出来。第二种讲法呢，咱知影万里还有一个名万里街道。有人讲啊，就是万里街道这个音啊，所以后来简略变做万里。这个万里街道应该就是平埔族的一个发音。啊，伊迄个种呢，应该叫做卡塔格兰族，吉塔卡拉。万里的附近吼有一条溪，这条溪叫做马索溪。啊，马索溪就是讲
伊的边仔当然有一个社叫做马宿社，啊汉文内底呢有迄个拄仔迄个马字，啊所以当然迄是音译啦，音翻译出来的字。所以你若看到讲奇怪，哪有这个字啊？这什么意思？往往呢，伊拢是关注，特别是平埔族的一个社的社名。看歌进前爱先看海手，即个参加看歌的海卡阿伯阿姊，大家目睭拢想着大海。今仔日海印真大，天公伯啊，拜托互阮今仔日会使看歌。嘿嘿，你要斗三工吼，还要看歌哦。哇，海卡阿伯，大家拢咧传咯，伊才是天公伯啊，我比。即阵看阿伯开始吹海嘞，通知大家准备看歌。阿伯，我嘛要吹海嘞。你今仔看到我喷迄个雷有无？你若是我若讲放哦，我若讲老话的，迄个几百年啊。好啦，海雷分袂出声，即少我会使斗相共，做一个好海卡，参加看歌的人拢来咯。我先来专心听阿伯的说明。你啊，咱要安分吼，头奖、二奖、三奖吼，这种毋是重点哦，重点是这个尾奖，后尾奖是上厉害的吼。哦，伊一个人会使分一份鱼啊，像你来花束分的，花束分就是讲，你有去弄着锁啊，哦，就使分鱼啊。看别甲头酒、二酒、三酒，最会做阵啊，就会帮忙啊。等待指挥，准备书房啊。吼吼吼，开始书房哦，我要来看歌了。今日的暗顿，加油！今日暗顿。我觉得我一直往下面拉都还进去。你也要帮忙啊！加油！我要让你二路子。蔡少加油！越来越口袋
你爱吃鱼无？我爱吃鱼啊，这是什么？鱼，什么鱼？大把鱼，我要吃一个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，这什么鱼？竹笼哦。哎，第一安怎念？这灵哦。这是冷丝啊呀！这冷丝啊，你去上，这冷丝啊，哎，冷丝啊，爱讲的冷丝啊。冷丝啊，红心，啊，这条送给你，今天晚上带你去吃。我迄杀肉鱼几个炒10斤有咧，我唔捌看过杀肉鱼做伙，是做锅，上少特别头家，啊头，今仔轮流，今仔是你头家，啊明仔就换你，啊你爱去卖，你做事去买，啊咱其实咱经常有条一路古道是咱行出来，古早时代无车，歹势，因为卖鱼也是用担的，行伫迄一路古道去，行伫阳明山路去台北市卖，所以讲一路古道是对遮来。各位台湾囡仔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阿兄。哦，头拄仔咱看到章鱼烧伫咧万里掠着啥物活跳跳的杀肉鱼呢？这个杀肉鱼哦，其实咱看到即阵哦，有搁较济拢是养殖业哦，尤其强调啥物友善的这个环境哦。另外咱讲到过去这个杀肉鱼哦，真正哦，唔是所有人拢食会起哦。所以七股有一句一句俗语安怎讲？伊讲哦，咱讲富人就是富野人才食杀肉鱼啊，乡下人食啥物？食蜇啊，食台啊啦吼。所以今日咱要用杀肉鱼来出好料理咯。哇，咱今日准备的这个材料真济种吼，先来切一下葱仔头啦吼。好，葱仔这个葱头切做丁了后，咱讲这个沙沙，就是要互伊这个酸甜的口味刷出来，所以咱下锅。好，差不多2粒就够味啊吼，咱准备一个透明的，这个咱讲碗啦吼。咱即阵呢，把这个切好的蒜头，放落去，过来咱头拄仔的葱头，这个酪梨，华语是酪梨，台语要怎讲？有人讲伊是苦梨啊，鳄鱼的鳄，嘛有人叫伊阿布卡多，直接对伊的这个咱讲英语阿布卡多来，咱讲加一寡糖、一寡盐，过来就是咱头拄仔所这个。吃橄榄油、橄榄油、盐水送一下，咱的这汤匙啊拉拉咧。一般咱咧食这个杀肉鱼拢是用蒸的，咱等下嘛是要用蒸的，只是讲咱的这个酱料加工。所以咱这酱料已经完成了，咱倒一寡这个沙拉油，咱就把这个优先的杀肉鱼做。好，这个时阵咱会当送一寡盐，这个后壁先这恰恰一下。咱这阵已经油有复烤啊，咱就让来看挂。咱这阵等待10分钟。哇，咱头拄仔听到哔哔啵啵的这个声音表示咱讲这个温度度拢有够，这阵咱来甲冰冰一下哦。哇，有看到无？有看到无？拢无条件哦。好，这个时阵咱来冰冰一下吼。哇，水无？扯。好，这边呢，咱搁煎一下，差不多要好势哦。咱就准备要来起鼎咯。咱就把咱煎好势，杀肉鱼，摆起。咱头拄仔搁有一个秘密武器对无？姜，加入去。
咱这个气发展哦，就稳，咱们个上锁，好，咱个敲敲一下，咱先个打进去，咱切好诶，咁啊就做个架线，安尼就会使吼。当然，安尼咱的沙沙白皮都已经完成了哦，互咱的小朋友、甲家长做伙来享用咯。百多年前，咱台湾的渔业渔船啊，还佫足少，所以当时住伫港仔边啊，住伫海边的这个渔民为着要掠鱼，因就用一种方法叫做牵鼓。牵鼓呢，就是将网啊呢，伫个岸边安尼压去海里，然后一段时间才甲网啊收起来。网啊收起来了呢，爱对网着足侪海鳞的。渔民呢，就将大尾啊、下尾啊、下只一个拢总扣起来。因为网起来袂足济，所以也有大尾鱼，也有细尾鱼。细尾鱼呢，因就想这无效，因为因最主要要卖，还是要等伊食。因就甲大尾鱼会当用的呢，摕转去厝。袂当的用的这个细尾鱼呢，因就甲放在港仔边。所以呢，当时咱台湾就有一首童谣咧讲：白灵鼠车本机，车到港仔墘，扣着2仙钱。咱也知影伊这种歌这种童谣听起来敢若绝良啊，其实伊是有曲调，伊内底有曲。你注意来听，伊是有你唱歌的感觉。白灵鼠车本机咧，就是100多年前咱的童谣就有rap，rap就是讲。你讲，你唱，你唱，你讲安尼，这就是今仔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白灵鼠车本机。今仔日有学着我说文分，只要有参加牵鼓，就会使分着鱼仔。透过我说文分，不管大人囡仔，拢会使食着鱼仔咯。台湾囡仔起双节，结婚名。料理甲老歌，欢迎大家陪我甲分享咱的一